堅持改善社區設施，勇於擔當，為青年出聲，幫青年追夢。港島東最年輕的候選人，今天我們一起來了解，為什麼大家會選擇支持直必寧。幾任嘅前立法會嘅議員都係同直必寧合作過，見到佢咧好有能力、好有承擔嘅一個年輕人，所以我哋全力支持佢入立法會。直必寧咧出世嘅時候已經跟住佢個媽媽咧係服務社區，已經服務咗社區咧超過30幾年嘅咯，而一直以嚟係無間斷咁樣係為社區去作貢獻。希望大家可以讓直必寧全城出發，讓佢喺立法會嗰度成為市民同埋政府之間嘅橋樑。12月7號，希望大家一齊全家總動員，跳頭支持我哋嘅2號直必寧。12月7號立法會選舉，要選一位有質素嘅議員，請投2號直必寧。12月7日立法會換屆選舉，大家齊來投票，選出心儀的候選人。